来看即搭这家己的过义心活村的是真热门的景点，也毋过即马所传出这业者是欠主管单位买900万，即马双方解除契约，对1月10日开始是先交予林体文资处家己来经营。伫家己市以新营甲日本建筑做主题的过义生活村，园区内店家照常营业，平常日嘛也有游客。毋过，所传出经营团队有财务困难，无法度伫期限内还欠主管单位阿里山林体文资处的费用，所以经营团队甲林体文资处双方已经解除合作契约。为1月10日开始，林体文资处暂时家己来经营这个园区。积欠本处114年应缴纳之租金、权利金，还有逾期罚金，总共893万余元，所以本处才会依照契约的约定，在1月15日跟快存公司正式终止契约。除了欠主管单位租金甲权利金以外，负责经营的公司嘛，阁有欠园区内底店家的营业收入。园区的店家表示，即卖因找无团队的负责人，希望林体文资处会当出面来协助。有点像百货公司的方式，那它就是会有月结45天，所以大部分的厂商在这边应该都会有将近2个月的费用在这个厂商这边这样子。我们等于说厂商的货款都有在对方那边，目前都还没有拿到这样子。平均我应该都接近100了吧，大家都破100了。只是说我是觉得说，那个林铁处这边他应该要更积极的站在这些立场上去协助我们店家。林体文资处表示，除了开始进行重新公开标注的工作以外，嘛当咧甲园区内店家讨论换新合约的代志。另外，会要求进前经营的团队赶紧解决甲园区店家的债务。后个月就是旧历过年，希望会当维持园区的正常运作。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。